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白沙屯妈祖的銮轿已经行到云林关了，进前行到彰化县的街路顶，讲常常来停轿，伫原地来蹲地，而且生衣裤啊。原来是妈祖有灵感，知影有救护车要来，要互救护车前来驶过。这是互香灯卡大声来话讲妈祖慈悲。这个香灯卡就是进香的信徒。早起透早6点，粉林土库的路边有一个妈妈抱着囡仔跪伫个路边，要替囡仔求平安。已经行过去的妈祖的銮轿，看到了后，佫倒退路，冲向两母仔囝，甲两母仔囝围掉咧，进行着祈福的仪式。这个妈妈是感动甲目屎泗难随。白沙屯妈祖銮轿行伫咧云林县土库镇庄卡路，雄雄动落来。后一秒，跟杜巴库冲去一个跪伫咧土骹抱囡仔的妈妈，用銮轿队伍改围调咧，做祈福仪式。妈祖銮轿看到妈妈的头壳遐，会感动甲大声吼。妈妈哭甲站袂牢，因为伊早散，囡仔直到即阵也袂晓开嘴讲话。伊带囡仔为彰化来到云林，向妈祖祈求，保庇后生会晓讲话。他住23年了，儿子是早产的，他现在还不会讲话，我求好久了，妈祖没骗我，终于来了。妈妈双手合掌，一直甲妈祖讲家己的心声。妈祖敢若有听到，銮轿拢无出发。妈妈感动甲规身躯强要趴伫咧涂骹，感谢妈祖。以前规定袂当弄轿骹，妈祖銮轿挡伫咧妈妈的身躯边，互边的人看甲心肝头酸酸。另外经过彰化县街路的时阵，銮轿嘛是雄雄停伫咧这家遮。本来无叮当的銮轿，雄雄说衣裤啊，冲去路边停落来。原来有一台救护车要经过，看到救护车才停落来。这个画面嘛有信徒讲妈祖慈悲，互大家拢看甲真感动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